以书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6节，第9节、第10节，第9章20节到22节。第7章第1节，王甲哈曼来赴王予以书帖的宴席。王伫第2日的酒宴，阁问以书帖，讲：王予以书帖，你爱甚物，我会予你；你要求甚物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予你。王予以书帖应讲：王啊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若看做好，愿你允准我的请求，救我的性命，救我的宗族。因为我甲我的同胞受出卖，人要甲阮消灭，甲阮杀死，互阮完全灭亡。阮若简单互人卖做奴隶，我嘛无话讲，因为阮的灾难袂造成王偌大的损失。毋过，阮要互人消灭啦。亚哈随鲁王问王予以书帖，啥人敢做即款代志？迄个人伫倒位？以书帖应讲：迫害阮的对敌，就是即个歹人哈曼。哈曼伫王甲王予的面前惊甲皮皮喘。第9节，属孝王的太监哈波那讲：哈曼伫因兜采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，要将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吊死。王就讲：甲哈曼吊伫迄顶面。人就将哈曼吊伫伊要吊末底改的叉架顶，王的受气才煞。第9章20节，末底改记录这个事，搁写批互亚哈随鲁王、逐省县郡所有的犹太人，吩咐因逐年着守阿达月14、15两日做祭日。这两日是犹太人脱离对敌、得到平安的日。迄个是忧闷变做欢喜，悲哀变做快乐的月。因着伫这两日办道庆祝，互相送礼物，搁真济善食人。